英雄，因我们有一个佛性，我们有一个佛性，咱修行到最终能够达到平心见性，就成不了道。所以讲呢，后边才讲因法诸我，因法诸我中体觉遍足一切自尽我。那么人是色受想行识五蕴。那么呢，以何而成的？伊敢有真你讲这个人的心人的心是由五蕴合而成的。五蕴就是无好的意念，就是罪贵风火所来形成的。所以你有来讲这心就是真正的我。你若个当这是真正的我，你就没有真我。所以讲呢，咱各位前提，咱见伫遮咧坐，是你的身躯咧坐，还是你的灵性咧坐？主席啊，主席啊，主席。还有主席。也是来教你了解咱一个情况，因为看会到即个会歹去，看会到即个即个若无迄个真的理论，我都到遮。是啊，是啊。敢是安尼？是。咱就看迄个逻辑对话啦。所以讲呢，伫即个当中呢，咱一定咧爱了解因法诸我，人法如我，所以你不要执着在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的内底，因为这是一个贵干因缘，它属于一个假存在，它是因缘合而已，有一天缘生缘灭，所以讲呢，不要有这一种安尼呢，你就会当看得清楚如是了了和平，无量功德苦在自性中，那么全然那么呢明彻全然明彻就会使讲非常的这个清澈啦真诚之心发端于不断之其功用其感应之功德，功德觉亦无量业。咱过去有听到迄个一个阿婆讲念迄个做阿摩尼八比丘嘛。八比丘唔叫来爱阿摩尼八比好嘛，敢是你甲看卖咧，安尼为虾米？伊个头本来拢想讲伊要念一界的念一个黄豆块一片念一界的念一粒过来，念到尾啊，头家己会跳过来嘛，伊明白啊。那么这个的力量有大无？伊的大就是在伊的精神。在因真情不可思议就无你讲你念对唔对所以讲咱上天，咱咧修是上天看咱的心毋是看你做偌济呢？你做偌济，结果你就这么破功呢？无真诚嘛，你是要做恶乐的嘛？你毋真正流露嘛？若安尼咧，上天毋是咧输者，上天是咧看你的心。所以讲咧，尾后无就有一个一个师傅讲你念大概阿摩尼八比好，你念八比你甲我死我念30天我30天加念的我结果咧连念头拢袂跳，爱家己克好在这个师傅虽然行一地，毋过伊搁甲看倒转来是不用本来迄个是讲河东相向水千条，即摆来黑暗嘛，伊那说对所以咱去行到等来讲歹势，拄仔你念迄个是我甲你讲唔对，所以伊即马继续伊的真情去流露出来，念出着阿摩尼八比丘，伊头仔去跳